来这件又阁是行人地角，而且是行这个斑马线红弄出去线外。地点伫苗栗的头份，一个女子过大路，一开始就有机车无要让，为伊的头前徛过，刷来一台倒弯的货车，无看到这个女子。等越过才看到，紧急二喇叭，甲这个女子是踹一大条，但是也是袂负险，规个人红弄出去斑马线的线外。小姐过大路行斑马线，两台机车无向为面头前徛过去，随着这台货车倒滑驶过来，嘛无看到小姐我甲真近，落尾发现驾驶遮紧一直饲喇叭。小姐叫爸爸叫伤心行一条，规人吊起来，毋过无闪过，嘛是叫货车弄掉。这些车子都不守规矩的，不让行人啦。看看有没有来车后啊，才会走的。保留民众各弄到人的车祸地点，伫咧标的头分。当时扣弄到小姐虽然无倒在地，毋过伊行到路边时，正面的身躯含骹目的所在，已经叫货车弄个着伤。因逆光未注意到人行上行走之彭姓女子而撞上。那造成该女子全身多处挫伤。货车驾驶甲警察讲，当时因为日头真偏，才无看到民众。不过经过斑马线本来就要减速先让人行，所以警察嘛是甲货车驾驶检举，无留民众，佮互民众受伤，相关会扣罚3万元，而且吊扣驾照1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